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秘书吴胜宏关心地方事务，加上是警察退休，热心又搁正义形象，称号各界肯定。这次伊要来投入南区南华里长的选举，就希望会当结合过去为地方服务的经验，为南华里争取更多建设。这档我会参选到第4届台南市第4届南华里里长参选迄就是讲我从政时阵我做警察做3当9个月，了解了咱民间还个足侪需要服务的，安尼我带这里带25档，足侪里面来讲，你来出来替后面服务一下，因为讲换新人我个少年，行政经验阁有，这道话我会大量咱建设咱的里内底，停车治安，各种的问题、长照问题，我拢会优先来处理。竞选总部成立1天，现场来了真侪乡亲到场支持。爱在台南教育协会理事长吴国珍也带领会员做伙出席相听。民进党台南市南区主任朱家峰、议员吕维应以及立委林义景也拢到场赞声。伊服务心真重。我拄则甲咧问讲，你啥会这个警察退休了怎来甲黄伟哲斗骹手？这心路历程是安怎所以认讲，当然拢是一个机缘啦毋过我想重点是这个服务、公共服务的心。我要拜托咱在场、咱所有南华里的乡亲好朋友，一定要有这个计划心的、服务心的来当选，互大昌来做咱南华里的里长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距离投票日即阵无到20天，南华里长候选人吴胜宏把握每一天，要将家己参选原因以及理念介绍予更多民众了解，希望会当得到更多里民的支持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